對於孩子而言，家庭係一個可以安心成長嘅地方，猶如堡壘。父母則係讓孩子有安全感嘅人，猶如城堡嘅主人，孩子嘅守護者。當孩子感到危險、有情緒、需要保護嘅時候，孩子會第一時間會諗起，亦都返去父母嘅身邊。咁點解家長要認識多啲情緒呢？當大環境越嚟越不利於孩子情緒健康發展嘅時候，家庭就係孩子最後依賴嘅情緒堡壘啦。父母應該引領子女認識自己嘅情緒，進而了解其他人嘅情緒，從而發展出正面嘅人際互動關係。情緒能力好嘅孩子可以學習得更加好，而且更加快樂，長大更有成就。情緒係我哋與生俱來嘅一種自然心理反應，係一種主觀嘅精神狀態。情緒嘅來源亦都可能係由於外來嘅刺激，令我哋身心有反應，繼而產生內在嘅動力。所以即使遇到同一件事，唔同嘅人可以有唔同嘅反應。情緒係發自內心嘅，冇分錯或者對，好或者壞。而父母可以做乜嘢幫助孩子情緒能力嘅發展呢？父母應該先認識自己，亦都反思下自己嘅性格、價值觀，對於養育管教嘅諗法，亦都要諗下原生家庭對自己嘅影響。此外，伴侶嘅關係啦，同埋兩個人會否存在好大嘅差異，而影響養育同管教。然後父母亦都可以透過9大嘅氣質去了解自己嘅孩子。根據1995年美國兒童精神病學家 Alexander Thomas 同埋 Stella Chess 嘅長期追蹤研究，佢哋提出咗9種氣質嘅向導。至到今時嘅精神醫學啦、心理學同埋兒童治療嘅領域入邊，仍然係一套被廣泛應用嘅氣質分類方法。氣質主要可以分為9個向導，包括活動量啦、規律性、趨避性、適應性、反應強度、敏感度、情緒本質、注意力分散度同埋堅持度。父母亦需要明白，每一個孩子天生都係獨一無二嘅個體嚟嘅。每個孩子天生都有佢哋嘅氣質特點，父母需要全然咁接納孩子佢哋嘅天生嘅特質，親子關係同埋互動先可以容易有一個良性嘅發展機會同埋空間。請記得，孩子嘅氣質同家長嘅性格唔一定能夠完全完美咁樣配合嘅，需要時間慢慢調適同埋適應。情緒控制嘅能力有部分源於孩子天生嘅氣質、性格或者係脾性，但係父母點樣同孩子溝通亦都會改變佢哋呢啲能力嘅。因此專家鼓勵父母從旁引導孩子去認識同埋控制自己嘅情緒，做自己孩子嘅情緒教練。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 John Gottman 嘅追蹤研究發現，有父母指導情緒嘅孩子抗逆力比較強，專注力較高，自控力亦都較好。孩子嘅情緒由初生嘅時期已經開始慢慢發展㗎喇。父母可以隨住佢哋嘅年齡提供唔同嘅引導，先讓嬰幼兒學習辨識情緒，到2歲以上逐漸學習表達感受。約莫去到4歲開始學習控制自己嘅情緒。